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代娇娇。现在我总算下定决心，一弄子去打一打。听说过程是比较难的，一路上楼梯，一路加了队，回一刻钟，还是真个黑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就躺在这地方是吧？对，好。让我先脱掉一件衣服啊，我是害怕的，等一会儿肯定要大汗淋漓，是不是很疼啊？不疼，我不会逃出去的吧？我不是为了漂亮，我是因为牙龈炎，洗完以后会不会出血不止啊？不会啊，我是真的很害怕，是不是又酸又痛这种感觉啊？就是酸啊。能不能忍受啊？这个酸？肯定能啊！好。如果忍受不了，你就得告诉我。好，那我就叫啊！哎呦，半个钟内总算还在，好像没有想象当中的白啊，只要不出血就好。好，再见啊！比我想象当中的12准备弹出来个简直吓死人，158块臭的。来啊，你水平来着啊！来下来搿种电视我还费用着，原来搿只买坏脱在厕所发汗，3来3去1斤60几度。今朝一只面囊就让你开眼界，这个电呢最贵的。啵噜个声音来寻花，哪一句话温度的，这句话温度，马上测试作业试试。据说报道派出60。贩毒红案。哦，爱是啥人爱？海南60，谁60？新式武器非定被害的，哦，说明在新罗别家作业派是搿个意思啊？对。这个毛子一只感觉因素之内的派别家作业。哪个感觉啥？据说报道。谁带据说报道啊？你水平肯定比你带得快啊！你会不晓得高低，听到这高低你非吓死他。你买一种么子，肯定那是吃过枪子的。有的一次是掉的，还不是自家使用的；有的坏了副机动的，还不是鸭子今晚我三烧。开至半个钟头，今朝你个目的地带着鸭子苏州湾甘楼大厦门口头还停好一部旱车，那个地方看上去不为别家带路大气。今朝礼拜日，酒店大堂里向除脱服务员，侪是我的金湾湖。金湾湖去停汽车站。该拍的侪拍着，金湾湖晚分来了。耶，这个什么情况？不送蛋糕，送英联，但没有挖机开。哎呦，总算来着！地下10项迷宫，现在你在录得去？飞人先回房间。那个三个飞机的廊前哇哈！你还记得一年去的，那些会追的人不难记了。上人开汽车的，上人赢了哇！是男是我侪是男。哎哟，也嗨得了，怪不得业余的3角当义。不管哪样子，总归衣裳不为衫，哈，子不为食，衫不为老包。哎哟，你2年来寻也寻不着。哎哟，今晚晚上我也派有着玩，我得来到好友，那侪是那还真难管。哎，问啊，你这不是退课啊？哦，你上海厕所的，为啥还卫生间是隔得多的？自个还在一只浴缸，来天气当中是还在，你上来登卡我，是啥个意思呢？你人海路啊，哎达，我就看那只，就这样没眼睛没嘴巴，只有一只白头，啥个意思？没好弄懂。无所来者，蛋糕也是蛋糕，还是蛋糕。今晚我去寻车子，星级宾馆，不好意思，侬收我哇？不大像动物乐园。我们来去吃口，肯定不是。有空不着家，怪不得礼拜日下蛮早，只有3个人来吃火锅。酸累累的，维生素 C 还可以。这还能这样子？但有地得了发汗，我觉着喉咙高不低。再有个希望治脱了。翻个地。算了。